鏡頭轉來咱國內，今年的國中會考今仔日是頭一天，計共有18萬的考生。頭一節是考社會科，有1%左右的人無去考，也若違規的有55件。提醒考生會發出聲音的裝置是唔通炸佇咧分數的，有可能會互認定是違規。來，加油！加油！真濟間國中奧運會透早就佇考場入口附近用無干擾的方式為考生加油，也閣一擺提醒行動電話、智慧手錶等有通訊錄影翕相發射功能的裝置，就算無響或者是無發出聲音，若炸佇身軀，攏可能被認定違規。包括學校原本在模擬考的時候，我們都按照會考、大考的模式來進行，對，讓孩子可以習慣。國中升高中的關鍵考試，未足家長會考，第一天為8點20考到下晡4點20，要備考全港的家長，再用手送的車做好準備。我們都不緊張就順其自然，就順其自然。該求的都是求啊，該求的都求。對啊，就是盡人事聽天命。順其自然，希望囡仔用平常心來考試。訪問真濟考生攏講袂緊張。11點睡，狀態很好。11點啊？是跟平常一樣嗎？還是說有比較早？平常一樣。面對100項考講的素養型題型，出較長，愛用時間了解，有學生感覺家己是無問題。除了專業關鍵才能找到是最有用的資訊，就是你的解題關鍵還是其他的附帶的。會考第一天，大部分地區天氣袂歹，暗過東部花蓮一直落雨，因為漲大雨。大高山總督磅空並砍土就出來，馬台灣溪溪水漲起來，公學部分地區淹水，是不是影響公學上港的考場，或者是學生的交通呢？應到的考生有228，那今天第一節跟第二節，各有總共都是有6位哈，那同一個學生來缺席。那分布在5個學校，換句話說，目前的缺考考生並沒有集中在固定的區域或是固定的國中。公考相關考場無受天氣影響，全國7務會統計，社會科全國缺考率1.08%，甲以前無明顯差別，違規有55件，依然是提前變化試題本，加早非應試用品為主。記者綜合報道。